Hello，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嚟到足創神呢位話嘅世界盃2026賽事前瞻。咁老實講，去到最尾嗰兩組賽事，感覺上真係幾覺得呢今屆賽事大家都真係可能留翻啲精神去睇32強之後嘅賽事啦。好老實，真係太容易出線。咁係咪一眾強隊會唔會喺分組賽有啲保留呢？我係覺得絕對會，不過係邊場保留，咁就好視乎佢哋嘅賽程，亦都好視乎領隊嘅選擇。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一開波就揼行友？一定唔會，因為真係整體要贏晒咁多場，一路殺到入決賽，要贏埋個杯。係要打8場波，咁喺短短一個月多啲，咁去打8場波，對球員嘅消耗的確係非常非常之大，尤其去到越後嘅階段，嗰個休息時間越短，所以嗰個情況就係大家會好理解，有啲強隊可能會唔會有一場半場走樣，定係故意走樣，定係個意唔去，咁呢都要真係好清晰去估計下大家嘅諗法。去到 K 組嘅賽事，我都因為我連續喺會錄幾場啦，咁我講嘅時間都未去打前一日嘅賽事，咁我錄埋呢組可能都唞，都係留翻最尾一組，隔一日先出，因為我諗下最尾一組可能要錄耐啲，咁一來英格蘭啦，咁二來就都同大家分析一下一啲小組嘅形勢，會唔會有啲博彩嘅心得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啦，咁都會諗啦。咁因為大家都聽到我盡量喺今屆前瞻頭嗰10組11組我都盡量都唔講到，因為我都理解好多朋友可能連啲小朋友一齊聽，同埋有好多朋友喺世界盃根本都唔到嘅，純睇波嘅啫。咁我都覺得要兼顧翻佢哋嘅利益，同埋兼顧翻佢哋嘅嗰個心態嘅，所以我都好隱晦咁講，大家聽得明應該聽得明㗎啦。尤其是聽到我比較多年嘅朋友呢，就絕對知道我講緊乜嘢㗎啦。咁我亦都唔再話即係講畫公仔畫出腸，咁大家明就得啦。好啦，去到 K 組呢，點解特別要講呢樣嘢呢？呢個 K 組呢，我發毒誓，我一毫子都唔會賭。總之係呢6場波，我一毫子都唔會買，包括小組首次名我都唔會買。有幾個原因，第一，呢幾隊波呢，堪稱平時嚟講都係絕對毒藥中嘅毒藥嚟嘅。幾咁啱又得咁巧，嗰幾隊毒藥又炒埋一碟，一齊喺同一組出現，呢個先過癮。會有啲咩事發生呢個我都真係拭目以待啊！先講下呢組，我都幾肯定係最弱嘅嗰隊，唔係剛果，係哥倫比亞。老實講啦，打到今日我錄音到呢度為止呢，係好似冇一隊南美洲嘅球隊贏波㗎。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啦。個情況係相當恐怖啊！即係老實講，呢個情況又唔係話真係咁偶然嘅。大家睇翻今屆嘅南美洲區嘅世界盃外圍賽呢，嗰個水準之低落呢係嚇死你嘅。除咗6隊波係直接出線之外呢，一路數到去第7名嘅附加賽或者後邊一啲球隊嘅分數係拉開都好遠啊！如果大家記得喺大概大半年前、1年前到，南美洲區嘅外圍賽已經已成定局嘅，因為頭嗰5、6隊一早已經拉開咗個分數，最嬲尾嗰幾場大家喺度 hea 㗎咋。既然係一個咁多席位嘅區，點解打個外圍賽會搞成咁嘅呢？呢個都同佢哋嗰個水準越嚟越參差有關啦。而佢哋嘅水準參差，亦都導致咗其實一啲本身喺南美洲區可能係所謂強隊嘅球隊係缺乏一啲比較有競爭性嘅賽事嘅。亦都直接導致咗去到世界盃嘅時間啦。一面對住翻一啲歐洲嘅球隊啊、非洲球隊你會見到究竟佢哋未上力啊，定係真係廢呢？始終點都好啦，哥倫比亞大家睇翻，即係撇除咗
佢哋喺世界盃外圍賽最後尾嗰幾場波，可能都叫做有啲好大嘅比數對委內瑞拉啊，贏玻利維亞，因為都已經勝敗都已定，好似喺度焗俾佢哋出線咁樣呢。之外呢，大家睇翻一啲近期嘅熱身賽，哥倫比亞其實係面對住法國克羅地亞都係輸波。好啦，去到近期開波前嘅兩場熱身賽都唔敢揾啲好強嘅對手，都係揾翻哥斯達黎加同埋約旦啊，贏係贏嘅，不過嗰啲對手你要贏合理嘅啊，因為中北美洲嘅哥斯達黎加就已經係退色勁旅啦，啊約旦係成喺亞洲區入邊比較渣啲嗰隊啦，咁揾啲勁啲嘅拍跳都唔敢啊，咁睇翻佢哋個陣容先啦，咁門將仍然都係老將嘅奧斯賓拿啦，咁後防都係有已經年過30嘅艾利亞斯啦、耶利文拿啦、蒙洛斯啦，呢啲都已經大家非常之熟悉㗎啦，大部分成個防線都係過30歲，咁去大雲索山齊士咧，仲有都係30歲，咁去到中場仍然都仲有詹士洛迪古斯嘅，哇！即係你唔講我都以為佢退咗休。咁當然啦，未嘅，因為我少睇美職啫。原來打緊明尼蘇達聯咁中場都仲有利馬呢個早好多屆前，我已經同大家品提過一啲新星嘅昆迪路，由新星變到33歲，哇！呢隊波嗰種老呢係嚇死你，前線都仍然係路易斯迪亞斯，已經算後生啲㗎啦，26祖安哥杜巴啦，咁另外就路易斯蘇亞雷斯啦，呢個蘇亞雷斯就唔係烏拉圭嘅蘇亞雷斯啦，係而家喺士砵亭嘅正選中鋒蘇亞雷斯啦。唔知佢今年會唔會打一個正選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以今屆呢兩屆佢喺葡超嘅表現，應該要佢係正選嘅。個把力相對好少少啦，你即係老實講係咪一個好高級數嘅前鋒？唔係啦，係高有級數前鋒一早俾英超刮咗佢啦，所以哇呢隊波真係好渣又老，咁如果你話要打啲好似以前控制性嘅足球，又驚佢唔夠快，打防守反擊又嫌佢老得滯，體能嘅消耗會唔會好大啊？咁還好喺比洲踢啦，佢哋應該都適應到。但係如果你話呢組度呢，我覺得佢哋甚至可能比烏茲別克仲弱嘅，因為烏茲別克呢，其實你睇翻佢哋嗰個成績上面呢，喺近年呢係逐漸一路進步，同埋同大家講過多次，烏茲別克呢作為亞洲區嘅球隊呢，大家要理解翻佢哋喺過去發生過咩事，就係佢哋其實喺過去嗰大概5至10年呢。佢哋不斷咁喺啲青年賽事度攞到好好嘅成績，所以佢哋縱然好多球員都係國內穩值，但係佢哋個青訓系統係做得好好，而上到嚟打呢個國家都係可以好有黑馬 feel。你完全估唔到嗰班人會踢成點嘅，係啊！但係整體性一定強，同埋佢哋可能好多球員都已經夾咗好多年，呢個就係一個一定係既定嘅事實嚟嘅，所以。我覺得呢隊哥倫比亞，如果你喺個活力上面同烏茲別克鬥呢，我諗都有啲輸蝕即係講完好啦，呢組點解我話一毫子都唔會賭呢？就係因為你哥倫比亞本身都係一隊真係喺博彩上面經常係令大家跌眼鏡嘅球隊，好多古靈精怪嘢，加埋大家知道啦，哥倫比亞以往最出名就係一打假波或者打真波，就有啲球員可能都會好危險啦咁另外烏茲別克同剛果亦都係一啲殺盤之王嚟嘅唔好搞好啦，睇翻烏茲別克方面啦，首先有一個非常之具有份量嘅教頭簡拿華路，係真係簡拿華路，係法比奧即係大佬，意大利一殿堂級後衞簡拿華路。咁睇翻佢哋嗰個嘅陣容方面咧，大部分球員都係廿零歲亦都有啲老將啦，當然有啲老將啦，但係咧真係睇翻佢哋嗰個遍佈都係好均勻嘅，啲廿零廿中3字頭咁佢哋好明顯就係一批一批咁上緊嚟。同埋真係要留意翻佢哋喺亞洲區嗰個進步好急烈、好急劇嘅。咁當中啦，即係球隊當然比較大名氣，舒布祖洛夫啦，咁以往打羅馬跟個摩連奴嘅球員啦。你話其他球員，我諗即係比較出名都係古森洛夫啦，今年曼城嘅正選中堅啦。即係你段根稱呢啲球員，如果你可以想像到嗰堆其他
後生啊，或者係一啲球員仍然都係有古森洛夫咁嘅級數呢。喂，你好恐怖啊！你烏茲別克絕對唔係咩魚腩啊乜嘢嚟嘅，睇翻佢哋喺外圍賽成績，乜都唔使講，贏伊朗喎、喂，伊朗真係唔易嚼喎，未打仗喎，伊朗都仲係強隊級別嘅伊朗嚟嘅喎。咁去到近期嗰兩場熱身賽固然都係輸波，咁但係會唔會係有啲保留啊？即係呢隊波好蠱惑㗎，我記得我即係喺一路對佢成日投注佢哋，我都輸錢。佢原因係因為即係你想佢贏嘅時候，佢又唔知點解無端端又和咗。你覺得佢 underdog 嘅時候，佢就會打得好好。咁好蠱惑嘅一隊嘢，我搞唔掂啊！即係我自己就投降，見到烏茲別克，我睇到四個字我就驚啦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以亞洲區嘅實力嚟講，佢嚼得低伊朗已經唔簡單嚇。嚼得低伊朗之後就有能力嚼日本。咁睇下日本，你睇下日本第一場打咩水準出嚟都係荷蘭嚇。我哋用成個亞洲區去比一稱就知嘅。所以呢，如果以斷根稱，烏茲別克應該喺哥倫比亞之上嘅今年嚇。我覺得即係今年亞洲區嘅球隊個進步係好大好大嘅嚇。咁所以咧，我喺呢組我唔講太多講多都無謂。咁我覺得就呢兩隊大家認為係同組可能比較弱，甚至烏茲別克可能大家認為個球員名氣又低啲，所有嘢都低啲嘅情況之下咧，係咪真係弱得咁緊要咧？我係相當之有保留我覺得呢隊烏茲別克絕對係今屆其中一支都幾冇得估嘅黑馬嚟嘅。咁啊，至於大家話唔係咁，剛果應該都爭啲啦啩。講完個陣容俾你聽，你就知道剛果又係唔弱。好啦，首先嗰個陣容方面，除咗門將嘅麥巴斯可能大家並不陌生啲之外，一路掃到後備，杜安石比、雲比沙卡、梅安巴、卡路路，喂大佬，全部都係大家好熟悉嘅球員嚟嘅。咁即係唔好講乜嘢啦，你話雲比沙卡都俾曼聯放棄咗好耐啦，咁都仲係喺英超揾緊食啊，維斯咸。咁杜安石比都係搬嚟嘅後衞即係梅賓巴都係第二嘅後衞啊，雖然年紀就唔細咁起碼都一定係級數喺度，中場仍然都係強嘅。咁你有啲老將卡古達有呢個新特蘭，今年呢個勁啊！呢個真係新特蘭其中一個今年成績咁好嘅功臣之一薩迪基，呢個就中場真係無論係防守定進攻都係做到好強嘅作用嘅角色嚟嘅。雖然你入波唔多，但係好多時佢殺完波之後呢，係都能夠好快咁能夠將個波俾到隊友，甚至可以自己退。呢啲球員好好用。即係其實呢21歲球員，我估嘅最多都係留多喺新特蘭一年，甚至可能打完呢個世界盃已經係可能俾某啲強隊叫走咗㗎啦留意翻呢個嘅薩迪基啦，前線年紀大啲艾利亞啦，咁亦都係老將嘅巴金寶啦，咁唔緊要啊，你嫌佢老，有個今年好 fit 嘅韋沙喺度啊嘛。喂，紐卡素其實今年原本和達美迪都打得幾好啊，但係打去到季尾，韋沙搶咗個正選嘅。個原因係因為佢個戰術作用大啲嘅，佢一來有身高、有速度，亦都係有好強嘅入攝能力。咁你好似感覺上佢如果打一個防守反擊，或者打一個比賽初段用一啲體能嘅狀態，佢會好過和達美迪喎。好多時和達美迪都係後備出嚟去作兩嘢嘅啫喎。咁喂。真係你數前中後三線，喂佢好似仲勁過哥倫比亞同烏茲別克喎。咁喂咁呢組呢三隊波係咪真係咁容易分高低啊？唔好搞啊！大佬，剛果都係其中一隊好難搞嘅球隊嚟嘅。大家留意翻成個外圍賽啊，一係唔贏都好多時係1-0，贏多過1-0，蘇丹1-0，贏喀麥隆1-0。最麻煩一樣嘢呢，佢竟然可以喺呢個嘅外圍賽度，係僅次於呢個塞內加爾出線，而去到附加賽係掉低咗尼日利亞，乜嘢嚟㗎呢隊？即係搞好惡搞，即係尋日都同大家講完對，前2日都同大家講完對佛德國，都已經大家稱一稱都發覺唔渣啊！呢隊剛果又係唔曳嘅，即係如果你用佛德國嚟做一個例子嘅話咧，呢隊剛果呢，佢甚至可能係有一個同塞內加爾接近嘅戰鬥力。嗱，我呢段錄音出街嘅時候，應該就好快會打法國對塞內加爾場波。
我都講咗塞內加爾應該未必咁渣咁，你可能直情係有啲黑馬意味嘅，即係得就算法國可能陣間贏，都未必贏得輕鬆嘅嚇。咁如果呢隊剛果係同對塞內加爾嘅能力係接近嘅話呢，咁啊就係一件非常之恐怖嘅事。嗱，點解特別要講一講呢三隊，甚至要一齊講呢？其實我諗都係想帶出一點，就係、葡萄牙好唔穩陣。我諗呢組大家都掩埋對眼，都係諗葡萄牙首名，咁又要斯朗大哥，又要圓夢，又要呢樣嗰樣。咁但係有個好大嘅問題，究竟葡萄牙究竟個實力係咪真係咁強？嗱，首先喺呢個領軍嘅人物方面，仍然都係馬天尼斯。咁葡萄牙其實喺過去嘅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其實佢哋係踢得唔係太好嘅啫。喺小組打咗6場波，攞13分，而當中係有2場波係贏唔到，當中仲要有一場波係輸俾愛爾蘭2-0，好肉酸嗰場波輸得，我記得我有睇，輸到媽媽聲。而你去到最近嗰2場熱身賽都係僅勝一啲唔係好強嘅對手，包括智利同埋出唔到線嘅尼日利亞。大家如果都有睇新聞或者睇精華都知啦，嗰場波斯朗係 miss 咗好多機會，但係即係基於佢嘅江湖地位問題，係冇人威脅到個正選位置，呢個必然嘅啦。個問題就嚟啦，你睇翻個正選陣容，唔好撇除有冇斯朗得唔得好唔好先。門將迪奧高哥斯達已經唔係一個好出色嘅門將。防線方面，魯迪亞斯好啲啦，但係其實佢究竟係傷好未呢？你今年喺大曼城嘅上陣嘅次數都唔算好多。阿拿約何啦，咁再加埋斯美度啦，咁達洛治啦，如果你話比較今季踢得好啲嘅維拉利嘅維加啦，但係有冇正選就成問題啦。簡些路啦，應該都係偏左邊打，紐羅文迪斯就聖日耳門嘅左閘啦。老實講，你咩成條防線升未？當然冇問題啦。但係感覺上好多球員究竟個狀態喺唔喺佢最佳嘅時間呢？咁大家都有個疑問啦。咁當中就斯美度啊、迪亞斯啊、阿拿約何、達洛治、文迪斯呢啲就可能嗰個狀態爭啲啦。咁如果大家有睇巴塞，知道簡些路狀態都好浮啦。中場啊仲大鑊，曼城嘅馬迪奧斯紐尼斯嗱，老實講，我覺得佢有同我冇分別嘅啫，喺曼城度，佢從來都唔算係一個曼城嘅絕對核心，咁但係今年就調來調去，因為曼城成日都唔夠人用，有時係調佢打右閘，有時係俾佢打防中，亦都唔覺得佢係喺葡萄牙國家隊可以陣中攞到一個好絕對嘅位置。咁喺球隊入邊當然啦，布魯費南迪斯、班拿杜斯華呢啲都一定會係核心嚟㗎啦。咁祖奧利維斯可能就係球隊嘅正選防中啦，因為今年搭住域真夏就2個喺巴黎聖日耳門喺個中場位置嗰個控制力亦都好強啦。咁但係如果你出呢4個呢，個防守力又好似冇乜保證，咁你係咪又要擺翻阿魯賓尼維斯出嚟呢？係咪要或者將阿馬蒂奧斯紐尼斯打翻防中位呢？但係無論點都好，個中場線好似冇乜突破力嘅喎，組織力好強仲有成堆矮仔，制空力又係一般嘅啫喎，點搞呢？好啦，你數到前鋒，唔好計斯朗先啦，今個長坐嘅剛卡魯拉莫斯。已經去咗中東揾食，狀態飄忽嘅菲力斯、千卡奧呢啲都已經過晒氣㗎啦。利奧今年又係坐多個踢嘅，比較 fit 啲嗰個柏杜尼圖咁喺右邊度，基捷斯去咗皇蘇都冇正選。喂，呢隊葡萄牙感覺上成件事就係擺出嚟過氣咯，兩個字就係過氣咯，唔止 C 朗過氣，係成隊波都過氣。咁究竟係唔係真係冇人選呢？我又覺得葡萄牙係唔係要做到一個咁嘅 draft 去打世界盃？係咪真係冇一啲比較新啲、有啲熱血拼勁球員可以出嚟去入選呢個國家隊？好似真係冇喎。咁好啦，你面對住呢組可能係好有神秘感嘅烏茲別克，你都唔知點打。可能好矛又有啲假波 feel 嘅哥倫比亞，可能嗰個走動跑動能力好強嘅剛果，我睇唔到葡萄牙有必勝把握，我任何一場波，好恐怖喎！喂，一個唔該你踢得唔好，C朗一個來回板成日都見嘅，大佬你呢邊C朗 miss 咗黃金機會，佢喺度鬧緊人，搣緊
喺度扮有型嘅時間，錯緊樣嘅時間，可能一個反擊就輸埋嘅咯，成日都有呢啲㗎啦。咁如果你葡萄牙打緊逆境波，你換邊個？我亦都睇唔到葡萄牙換邊個可以有個改變戰局嘅能力嘅喎。啊，即係呢隊葡萄牙感覺上真係兩個字就係過氣。啊，即係呢個過氣嘅感覺呢，有啲似上屆嘅比利時。咁點算呢？可以點做呢？咁呢組點解我話我一個崩都唔會買嘅咁解？即係你話係咪葡萄牙首名？我大膽啲喺度講一句，葡萄牙出唔出到線都成問題。即係呢個問題就係呢組唔好講估首名先啦，因為可能好多意外，好多十二碼或者呢組可能有好多紅牌，唔知點搞呢種，我真係當唔掂嚇。即係葡萄牙如果發揮正常，有佢哋去到佢哋最高嘅水準，當然出線冇問題，當然首名都冇問題啦。但係呢隊葡萄牙永遠都係好多你估唔到嘅嘢發生嚇。包括 C 朗又屢失良機啊，可能又突然間阿般奴費蘭迪斯又發癲啊，後防啊派膠啊呢啲，喂係可以經常出現嘅。還好一樣嘢嘅啫，就係呢組有幾隊波都唔算係話啲前線好強咁，你數到烏茲比克都蘇布祖洛夫啫，個個都係韋沙啫之類啫嚇。咁係咪又唔算好強？唉，即係呢組真係我覺得係咁多組入邊最亂最麻煩嘅一組嚟嚇。即係淨係你就算擺葡萄牙喺第一位，2、3、4名呢都係好近，甚至呢組呢，我覺得係冇小組第三名出嚟，因為剛果烏茲別克當葡萄牙第一先啦。剛果烏茲別克同哥倫比亞3隊波互抽呢，都唔係咁易分勝負。我話哥倫比亞弱啲，咁但係如果佢哋控制到個戰局，你要烏茲別克同剛果要贏都唔係咁易，要攞分唔難，會唔會3隊波最嬲尾就輸晒俾葡萄牙，互相攞2分呢？又有呢個可能性，話變咗冇第三咯。係啊，所以呢組你話最好都幾難搞啊。好啦，睇翻賽程會唔會容易啲睇完個賽程？咁首先葡萄牙第一場對剛果，我已經覺得會出事啊呢場波。係啊，我覺得就真係剛果係極有冷味呢場波，係極有冷味嚇。因為首先大家都頭先同大家分析過剛果本身嗰個 formation。成個 line up 係其實都係好有速度、好有搶截力、好有反擊能力。你葡萄牙壓住打，你嗰條防線你頂唔頂到韋沙之類啊？我係好質疑嘅。咁至於烏茲別克對哥倫比亞，如果呢個對碰擺喺第3場就會舒服啲，因為我覺得烏茲別克係有權贏嘅。但係如果你擺喺第一場呢，大家都未上力，呢啲波極可能就係0-0。好啦，咁你去到第二場。當第一場兩隊都和晒，葡萄牙第二場係咪又係嚼緊烏茲呢？嗱，老實講，如果你以烏茲別克咁少對住，即係球隊入邊亦都係比較少一啲歐洲球員，亦都比較少對住歐洲球隊嘅經驗，葡萄牙喺呢組最大機會攞到勝仗，除咗對哥倫比亞就應該係對烏茲別克。咁但係我頭先都講過，烏茲別克真係唔係咁弱嘅。咁如果佢哋第一場真係贏到哥倫比亞呢？其實佢哋第二場對住葡萄牙死守得㗎啦，死守葡萄牙真係未必贏到嘅。咁會唔會去到最撚尾嗰場前，其實烏茲別克已經有4分咧？呢個所以好難計。咁反而就剛果對波倫比亞，因為呢場波會唔會係哥倫比亞第一場失咗利之後，係要揾剛果去要主動啲呢？如果佢哋主動啲嘅話，剛果會唔會有啲着數呢？定係哥倫比亞會唔會憑住一個一個經驗能夠可以贏到啲剛果呢？我覺得都係和波，可能會比較實際啲。呢場唔係0-0，可能1-1。去到最尾嗰場哥倫比亞對葡萄牙，可能就係葡萄牙真係必須要贏嘅情況，可能揸住3分或者揸住4分。如果你要攞首名，就一定要贏哥倫比亞。咁但係如果你話上咗力，就會好啲嘅嚇。所以你問我啊，即係真係都係葡萄牙機會首名大啲。但係如果葡萄牙真係嘅最大關鍵就係第一場對剛果有咩閃失呢？佢哋係好大鑊。非常大鑊嚇，咁啊剛果最後尾嗰場對烏茲別克咧，又係唔識講呢場。如果你真係要計咧，剛果其實好大機會3場都冇。咁葡萄牙如果能夠和到剛果或者贏到剛果，咁成件事又會正常翻好多啦。但係如果剛果真係3場和波，葡萄牙去到最後尾嗰場波得4分，咁哥倫比亞又可能最後尾嗰場又俾人大炒，咁烏茲別克又甚至有啲出線機會。
好難估啊！呢場波呢一組真係完全冇把握嚇，甚至大家認為強嗰隊葡萄牙，我夠膽講喺12組入邊嘅種子隊入邊最唔穩陣就係葡萄牙，所以呢，就真係大家自求多福啦。我就一個字建議呢，就係避。真係一定要避呢組，真係要避啊！咁啊，希望大家就聽一聽意見啦。咁多組咁多場波，好啦，咁啊就剩翻最撚尾一組 K 組到呢個位置，L 組呢，我翻到香港先讀俾大家，因為我想去研究下啲特別嘅賠率先啊，啲神射手啊、冠軍啊、首次名啊，咁我睇晒之後呢，先同大家一次過連埋 L 組同大家去錄音，咁我嗰組可能要俾多少時間。好，咁啊，今日到呢度為止啦，希望大家就好運，咁啊，下集再見，拜拜。